虎师的情况怎么样？那怎么行呢？我们得实地考察一下呀。他们没了我真不行啊！不，老大，我不是没问，那个黄辉呢，每天会给我传资料，柳儿呢也每天给我打电话向我汇报。我现在觉得整个等一个人餐厅，我已经掌控全局了。你有什么想问的，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？啊？看你一天都心不在焉的，是不是在担心元宵啊？不用担心，那家幼儿园挺好的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再说了，还有几个小时就放学了呀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幼儿园接他，看他适应不适应。对呀，我要去接儿子，马上就去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注意安全。再见。哎，元宵，来。再见。一定饿了吧？你今天不用求我，我带你去等一个人。哼，真没什么胃口，咱们回家吧。你怎么了？这不要上学，这样回家，这样不好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就哭了呢？我要回家，我要不好。他们都说这是土包子，什么都不会，还说这是怪胎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刚是一窍不通，什么刀刀叉叉嘛，连见都没见过。What's this？ What's this？ balloon。大家一起再说一遍 balloon。干嘛呢你？他们是儿童版机器猫，什么嘛都不懂。机器猫不懂，机器猫呀。哼，他们还叫这回乡下，连这里小美人都瞧不起人。最惨的是，我都没有出场记录，他们全部都有。老师说以后还要展示给同学们看。这枉为皇帝，真想母后，真不想待在这里，这样会痛。冷静，你是最棒的，别着急，振作。这么点小事就哭啊？不是说自己是皇帝吗？做不好努力去做就是了。你要记住，人没有一开始就什么都懂的。谁说成功非要学那些？你是我儿子，将来要继承我的家业，爸爸教你如何读书，如何赚钱，无论如何都会让你出人头地，成为社会的栋梁的。大哥，你放心的把他交给我俩吧。我保证，在3天，2天之内把他教成一个小天才。今天，波波老师将给你上一堂高深的数学课。数学课没有错。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游戏当中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阶级斗争斗地主。你看好了啊，这是2点，它比其中任何的数字都要大。2点。这厉害了，叫做大小王。大小王聪明。斗地主可是蕴含了高科技，下面波波老师就要带你实践实践。元宵，教你几招，回学校呢可以防身，也可以打给小朋友看，炫耀一下。No！ 老鄂呀，你成天就知道打打杀杀，还要交给一个小朋友。
来，打打杀杀怎么了？你又想干什么？来，给波波老师唱一句。果然遗传了你爸爸的优良基因。优良基因？这就是你爸爸当年的成名曲。你爸爸当年就靠这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呀，那红的叫一个子啊。我是妖。不能说，这是老大的回忆，万一这……嘘，我不说，你不说，他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走，跟着波波老师继续学。iPad 还有电脑，其实它们的操作非常简单，但首先你要了解它们的功能。我先向你介绍比较简单的电话有哪些功能。电话最重要的2个功能，第一就是沟通，第二就是拍照。啊，你看，我现在这个动作就称之为自拍。自拍？这个非常重要，赶紧记下。自拍呢分为很多派别，但比较深得民心的是小脸自拍。小脸自拍？一般来说，大脸又称之为大饼脸，这种脸就不能离镜头太近，要与镜头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来，拿着，你看我现在的脸是不是很小啊？哇，太神奇了，真的是太神奇了！这样是不是更小啦？哇，小到看不见，给我试试。好。哇，皇上，你的脸好小啊！